喺上一條影片咧，我哋就探討咗土星進入白羊座之後，對於大環境同埋個人有啲乜嘢嘅影響呢？咁土星咧就好似一個嚴格嘅師傅咁樣啦，負責去檢視我哋生活之中邊一啲地方咧係有問題，然之後咧要我哋去重建翻應有嘅秩序嘅。咁亦都提過咧，白羊座就係直接同軍事戰爭有關嘅星座啊。咁咧就係會容易增加國與國之間嘅衝突啦。而喺影片播出之後冇幾耐咧，我哋亦都會見到以色列同埋伊朗嘅局勢咧，正正就係可以反映到呢一點嘅。咁今日呢一條影片咧，就係為大家去講解，當嚴格嘅土星加上幸運嘅木星，究竟會點樣具體咁樣影響我哋12星座喺未來一年嘅運程呢？我哋嘅挑戰喺邊一度？我哋嘅幸運同埋資源又喺邊一度呢？Hello，大家好，我係 Kit，歡迎收睇凝結星空呢個 channel 咧，就係同大家分享占星，幫助大家更加去了解自己。如果你係對占星呢一個話題有興趣嘅話咧，就記得去 subscribe 啦。咁之前咧就應承咗大家會講解流年土星進入咗白羊座之後，對於12星座有啲咩影響嘅。咁不過咧喺準備呢一個影片嘅時候咧，因為土星嗰個課題啊，好似比較沉重啊，咁所以咧我就忽發奇想，不如我都講埋流年嘅木星，即係吉星，佢又喺邊一度，對於我哋有啲咩影響呢？咁所以呢條影片嘅廣告咧，我都寫咗好耐啦。如果你睇完覺得係對你有幫助嘅話咧，希望你都可以俾個 like 我。特別係咧，今年木星進入咗佢非常之強勢嘅位置啊，咁咧更加係有能力帶俾我哋機會啦、幸運啦，同埋係豐盛嘅。咁所以我認為咧，我哋未來嗰一年係可以嘗試向住木星所在嘅地方去尋找資源，嚟到幫助我哋應對土星嘅挑戰嘅。咁不過咧，呢兩個行星所影響我哋嘅時間長短咧，都係唔一樣嘅。土星正如上一條片所講啦，佢係會停留喺一個宮位咧，大概2至3年嘅時間。咁佢喺今年即係5月25號嘅時候咧，已經入咗去白羊座啦。9月1號就會逆行翻到去雙魚座。咁所以咧，今年其實只係會停留喺白羊座3個月左右，直至到下年即係2026年嘅2月13號咧，先至會再一次進入翻白羊座嘅。咁跟住咧就會係長達2年半嘅考驗啦。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留意今年即係譬如6、7、8月呢3個月有冇一啲事件嘅發生，好可能咧就會係未來嗰2、3年一啲好重要嘅課題嚟嘅。咁而木星咧就喺今年嘅6月9號已經進入咗巨蟹座啦，咁就會直至到2026年嘅6月，咁所以咧係會有整整1年嘅時間嘅。木星進入咗巨蟹座就會係佢弱星嘅位置啦，咁簡單啲嚟講就係代表好有力量咯，即係木星可以好好地咁樣去發揮佢應該有嘅能力嘅。咁所以咧，今年木星所處嘅宮位嘅位置咧，其實係值得我哋好好地去把握嘅。咁咧，大家一陣咧就可以按住自己嘅上升星座去睇啦。如果你唔清楚自己嘅出生時間咧，先至去睇太陽星座嘅。對於白羊座嚟講，呢1、2年咧就會係你哋非常之重要嘅一年啦。咁可能會有好多事情嘅發生啦，亦都會令到你哋成長咗好多嘅。代表責任同埋挑戰嘅流年土星咧，就會喺你哋嘅第1宮，就係代表你哋自己；而代表幸運同埋機遇嘅木星咧，就會喺你哋嘅第4宮，咁就係對屋企係有利嘅。咁首先講咗流年土星喺第1宮嘅影響，咁第1宮咧就係掌管我哋嘅自我啦、外表啦、身體啦，同埋咧我哋點樣向外界去展現自己嘅。當流年土星呢一個咁嚴格嘅老師進入咗你哋嘅第1宮咧，咁即係命宮嘅時候，有2點咧，我覺得係特別要值得去注意嘅。第一就係你需要將自己嘅身體健康擺喺優先嘅位置啦。就算你自問你係好後生都好，因為呢段時間咧，你可能會覺得自己係更加容易攰啦，個活力係會下降，甚至咧覺得自己老啦。呢一個可能係一個提示咧，就係你需要更加去重視自己身體嘅狀況。咁啊，有追蹤我 Instagram 或者係 Patreon 嘅朋友咧，可能都會知道最近我係有接觸少少醫學占星嘅嘢啦。咁我嘅老師咧就提醒我哋喺流年土星進入第1宮之前咧，最好就先做一次 body check，或者咧係去
檢查我哋牙齒啊、洗下牙啊咁樣嘅。因為咧，如果等到土星正式進入之後，先至發現問題嘅話咧，可能件事情已經相對比較嚴重啦。到時咧，我哋係要花更加多嘅錢啦，同埋心力咧，係去處理嘅。咁所以咧，呢一段時間其實好適合重新去檢視我哋自己嘅生活方式嘅，包括咧就係點樣去改善我哋嘅健康啦、身形啦，或者係外貌嘅。咁你亦都可以咧係為自己訂立一啲新嘅飲食目標，或者咧係戒除一啲唔係咁健康嘅習慣嘅。咁特別係咧，我覺得白羊座嘅朋友最緊要就係知道自己嘅極限啊，因為有時可能你哋會太過自信啦，或者即係總係充滿住幹勁嘅，咁有時會以為自己可能應付得到咯，咁啊太過去即係太搶自己啊，咁所以咧就係要知道自己嘅界線係去邊一度嘅。第二點咧，就係未來呢2-3年，白羊座嘅你咧，可能就係會開始去重新審視自己嘅身份同埋人生嘅方向，即係可能咧，你會時不時都會反思自己，我到底係邊一個咧？我真正想追求嘅係乜嘢咧？我理想中嘅生活係點樣咧？咁根據我自己嘅觀察啦，流年土星嚟到第一宮嘅時候咧，你可能會發現好多事情係向住你四方八面咁樣嚟嘅。因為咧，我諗翻起前幾年土星喺雙魚座嘅時候咧，咁我身邊一啲太陽雙魚或者上升雙魚嘅朋友就經歷咗一啲即係比較複雜嘅情況啦。譬如咧，我有一個朋友，即係佢嗰陣時咧，上司係換咗人嘅，咁就變得係更加苛刻啦，跟住要佢不斷咁樣去加班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咧，佢另一半又病咗啦，即係佢每一日放工之後咧，都要去醫院去照顧或者去探病嘅。咁所以咧，好似真係有一種被生活壓得喘不過氣嘅感覺啊。咁因為土星咧，有時係會帶嚟一啲額外嘅責任嘅。咁但係我會覺得土星真正嗰個意義咧，就係要你去反思乜嘢先至係你人生之中真正重要嘅嘢，係啦。咁最後咧，我朋友就係選擇去離職啊，即係唔做呢一份咁高壓嘅工作，咁就轉咗一份咧係可以俾佢照顧到屋企人嘅工作咯。咁另外咧，我亦都見過有客人係因為大肚啦，即係佢嘅身份咧就變成咗媽媽，即係呢一個人生角色咧係出現咗重大嘅轉變，咁就令到佢思考我要變得更加成熟啦。咁當然咧，每個人發生嘅嘢都係唔一樣啦，咁可能就係要視乎你本身星盤上面嘅一啲配置嘅。咁但係我覺得共通點咧都係你就係要尋找自己嘅定位。而對於太陽白羊座或者上升白羊座嘅朋友咧，我會想提醒嘅就係，其實你哋一路都唔係好擅長示弱，或者唔係咁容易開口去求助嘅。咁但係如果呢一段時間你覺得真係好辛苦嘅話咧，咁就記得要適時去尋求其他人嘅協助啦。咁聽到呢度唔知你會唔會覺得好沉重啦？咁好彩咧，吉星係可以幫到手嘅。喺未來嗰12個月，流年嘅木星咧就喺你哋嘅第四宮，有利嘅地方咧就係在於第四宮嘅家庭啦、家人、家居同埋你嘅內心世界等等嘅。咁首先咧，我就係諗會唔會有部分嘅白羊座，你哋其實係因為要成家立室啦，要置業或者要搬出嚟住。又或者係屋企增添咗新嘅成員啦，咁所以先至令到你哋意識到啊自己係長大咗，或者我要變得更加成熟啦。如果係嘅話咧，咁呢個就係成長嘅必經階段啦，咁就唔需要太擔心嘅。咁當然啦，另一方面咧，個意思就係家庭就會係你嘅避風港啦，即係可能屋企啦、屋企人啦，係可以為你帶嚟支持同埋溫暖嘅。咁所以你可以主動去尋求屋企嘅支持啦，又或者你都可以透過改善居家嘅環境去幫自己，譬如可能執下屋啊、裝修下啊、掉下嘢啊，咁就令到自己係住得更加舒服嘅。如果你自問你同屋企人嘅關係唔係太好嘅話咧，咁其實呢一年亦都係同屋企人修補關係一個好嘅時機嚟嘅。
同時咧，木星喺呢一年亦都鼓勵你向內去探索啊，即係因為當你嘅身份唔一樣啦，或者人生方向唔一樣嘅時候咧，其實你係更加需要向內去探索，揾到屬於自己嘅安全感，即係到底你需要啲乜嘢，先至會令到你更加硬淨咁樣去面對外界嘅壓力，或者咧係更加清晰咁樣去定義你想要點樣嘅生活咧。咁我覺得。即係呢兩者咧，其實係相輔相成嘅，即係土星同埋木星嘅位置，咁就可以咧多啲花時間去探索自己內心嘅世界同埋需求啦。對於金牛座嚟講，未來嗰12個月咧就會係內省同埋學習嘅一年嚟嘅。代表責任同埋挑戰嘅流年土星就會喺你哋嘅第12宮，咁就會帶嚟可能有少少精神上嘅困擾啦。咁但係咧，代表幸運同埋機遇嘅木星就會喺你哋嘅第3宮，咁就係有利溝通同埋學習嘅。係啦，咁首先咧，流年土星嚟到你哋嘅第12宮，咁就係一個關於潛意識啦、隱藏嘅事物啦、幕後或者係靈性嘅宮位嚟嘅。咁呢段時間咧，土星可能會推動你去正視一啲過去可能壓抑咗啊，或者你唔願意再去觸碰嘅一啲情緒或者係創傷嘅，譬如可能童年嘅時候俾人霸凌啊，或者原生家庭有少少陰影啊之類，咁呢啲陰影咧可能會被撩起啦。咁所以咧就唔算係一段好輕鬆嘅過程嚟嘅，咁但係咧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時機俾你去療愈同埋釋放，咁可能咧你就係會接觸一啲心理嘅諮詢啊、能量嘅療愈啊、精神方面嘅嘢啊、命理啊、神秘學呢啲咧，去幫自己探索潛意識，然之後咧學習真正嘅放下嘅。第二咧就係你會有一個閉關嘅衝動啊，即係希望去遠離日常嘅事務啦。咁所以可能你會發覺咧，自己係比以往更加想去避開一啲人多嘅場合，減少社交嘅活動。更加傾向咧就係自己靜靜地一個去思考啦，或者係做一啲自己中意嘅嘢嘅。咁呢一種閉關咧，就係有一個空間俾你去重新整理自己嘅精神世界嘅。第三，對於有部分金牛座嘅人嚟講咧，呢一段時間亦都係好適合喺幕後嗰度默默耕耘，專注某啲嘅項目或者係研究嘅。譬如咧，有好多嘅作家咧，都係喺呢一個階段咧，係匿埋喺屋企寫書啦，或者運動員咧係需要閉關去練習之類嘅。咁所以就係要視乎你手頭上會唔會有一啲 project 咧係需要咁樣做。咁所以咧，亦都可以係一個好有建設性嘅時期嚟嘅。至於代表幸運同埋機遇嘅木星咧，就喺你哋嘅第3宮。咁呢一個咧就係關於溝通、學習、短途旅行同埋兄弟姊妹或者朋友嘅宮位嚟嘅。首先咧就係你可能突然之間會對於某一個主題咧係產生咗強烈嘅好奇心啊，即係好有興趣去學習去研究，咁先至會有頭先所講就係好想去閉關去研究嘅呢一個情況啦。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咁就會係一個好正面嘅轉化啦，即係將你獨處嘅時間咧轉化為係去累積你嘅知識或者係技能嘅。另一方面，如果你有需要去面對一啲過去嘅傷痛啊，或者內心嘅陰影咧，咁第3宮亦都係一個可以利用嘅資源，譬如可以利用一啲知識咧，幫助你應對以上嘅情況，或者幫助你咧去更加了解自己嘅。譬如可能你會睇一啲關於心理學嘅書啊，或者你會參加一啲療愈嘅課程之類嘅，咁就係用第3宮嘅知識成為你自我療愈嘅工具啦。另外咧，就係你嘅溝通能力亦都可能會提升啦，表達會更加清晰同埋流暢，或者係更加大膽嘅，又或者你個腦咧可能係會有更加多嘅諗法係想同人分享。咁所以嚟緊嗰一年咧，其實係對於你交流啊、寫作啊呢一啲咧都係好有利嘅。另外我自己亦都覺得好適合去寫日記啦，或者係記錄你嘅學習或者係感受，咁就係透過文字咧去整理你自己一啲內在嘅情緒或者係思緒咁樣嘅。另外呢一年咧，你亦都好適合
多啲去走動啦，或者你自己都會想多啲去走動嘅，咁可能就會安排更加多嘅短途旅行，甚至乎咧可能會喺日常之中遇到好多好有趣嘅人啊。咁呢一啲嘅互動咧，就係唔單止可以幫你放鬆啦，可能亦都會帶嚟新嘅觀點或者去刺激，令到你學習到更加多實用嘅知識同埋智慧嘅。咁所以未來嗰一年咧，金牛座其實你哋可以多啲去做一啲溝通啊、寫作啊、學習啊、同人哋去打交道啊，或者係即係走嚟走去啊呢一啲嘅事情嘅。對於雙子座嚟講咧，未來嗰一年將會係重塑社交圈子同埋係增長財富嘅時期嚟嘅。代表責任同埋挑戰嘅土星咧，就會進入你哋嘅第11宮，就係關於你哋嘅朋友圈子。咁而幸運同埋機遇嘅木星咧，就會進入你哋嘅第2宮，咁就係有利個人嘅財富嘅。首先咧，流年土星進入你哋嘅第11宮，咁第11宮咧就係關於朋友圈子啦、團體啦、群眾啦，或者係社區嘅，即係人群，要面對人群嘅。咁所以咧，流年土星進入嘅時候咧，你可能會發覺朋友圈子係會經歷變化嘅。譬如有啲朋友嘅相處可能會令到你覺得好攰啦，或者你會發現大家嗰個價值觀咧已經唔係再好夾啦。咁土星咧就係會推你一把，令到你定義清楚到底邊一啲先至係真正嘅朋友，邊一啲朋友先至係值得去珍惜嘅。特別係雙子座，即係個個人都係可以傾到偈啦，相識滿天下。咁但係可能咧，有啲人其實唔係咁真誠啊，或者一路都係消耗緊你嘅。咁喺呢1、2、3年咧，其實你就係要學識去設立一個界線，遠離一啲可能頻率唔係好啱嘅人啊。咁而經過呢2、3年嘅洗禮咧，最終你係會留低簡而精嘅朋友圈嘅，即係一啲真心嘅朋友喺身邊。咁所以都不失為一件好事嚟嘅。另外咧，就係如果你本身係身兼多個社團啊、組織啊、好多群體活動啊各樣咧，咁土星係會提醒你減少嘅。譬如可能有一啲圈子嗰個目標咧，已經同你追求嘅係冇關啦，冇咗興趣啦，咁可能咧就係時候要去退出或者減少你投入嘅時間，將你嘅精力咧就係留俾更加重要嘅目標嘅。咁嗰樣嘢係乜嘢咧？就係第2宮嘅財富啦，因為咧。吉星即係木星咧，就嚟到你哋嘅第2宮。第2宮就係代表個人嘅財富啦、物質資源同埋係價值觀嘅。咁未來嘅一年咧，對於你哋財務嚟講咧，係非常之好嘅消息嚟嘅。你可能會增加收入啦，譬如係加人工啦，或者係接多咗啲 job 啦，或者你嘅投資係有回報啊，或者你都會主動咁樣去開拓一啲收入嘅來源嘅。咁簡單啲嚟講咧，就係你銀行嘅存款咧係會增加嘅。咁你亦都可能更加有動力去賺錢啦。咁不過咧，通常木星入第2宮嘅副作用咧，就係賺得多，亦都使得多嘅，因為木星其實講緊係一個放大嘅效果啊，咁所以咧亦都可能令到你使錢咧係比較大手大腳一啲嘅，咁就可能會買咗一啲冇必要嘅嘢啦，或者過度咁樣去享受啦，或者係即係 out 咗 budget 咁樣咯。咁所以咧，記得喺有財運之餘咧，自己嗰個理財嘅知識都要跟得上啊。你可能要為自己訂立一啲理財嘅目標啊，或者係一啲消費嘅規劃，咁先至可以咧將增加到嘅錢更加有效咁樣去運用，同時咧亦都好適合去學習一啲理財嘅知識，令到咧自己更加了解點樣可以錢生錢嘅，咁就唔會浪費一個咁好嘅財運嘅機會啦。咁所以咧，簡單啲嚟講就係土星同埋木星聯手咧，係幫助你去精簡你嘅社交圈子啦，減少一啲無效嘅社交活動，而騰出嚟嘅時間同埋精力咧，就可以轉化為財富增長嘅機會啦。亦都有可能調轉咧，就係呢一年其實你係掛住賺錢，所以咧先至減少咗同朋友嘅見面嘅。咁其實兩者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啫。咁但係有一樣嘢都係要注意咧，因為流年嘅土星喺11宮咧，其實就係黐住海王星嘅。咁所以呢1-2年咧，都盡量唔好同朋友有一啲錢銀上嘅瓜葛咯，因為咧係容易一去冇回頭嘅。
對於巨蟹座嚟講，未來12個月咧就會係事業同埋個人成長好關鍵嘅一年嘅。流年嘅土星就會進入你哋嘅第十宮，咁就係帶嚟事業上嘅重大考驗同埋成就啦。而代表幸運同埋機遇嘅流年木星咧就會進入你哋嘅第一宮，咁就係會為你哋注入自信同埋新嘅機遇嘅。首先咧，流年嘅土星嚟到第十宮，咁第十宮咧就係掌管住我哋嘅事業啦、職業嘅生涯啦、社會地位或者係公眾嘅形象嘅。咁土星咧就好似係一個嚴謹嘅職場導師咁樣啦，係呢2-3年咧就會敦促你認真咁樣對待你嘅事業嘅。咁所以咧，你可能會發覺就係事業嗰個壓力係增加，或者咧係你上司嗰個要求係更加高啦，或者你會接受一啲比較重大嘅 project 啦，甚至咧其實可能係講緊你升咗職啊，但係升咗職之後，譬如可能要做一啲領導嘅工作，咁呢一啲嘅挑戰咧都會令到你即係一開始嘅時候會比較緊張啦，或者擔心自己係唔係準備好啊，自己有冇資格去做得好啊，咁但係其實唔使擔心嘅，因為土星嘅考驗咧係為咗令到你更加穩陣咁樣企喺屬於你嘅舞台，咁所以咧你就係要拎出真功夫嘅時候啦。咁當然咧，亦都有啲人咧喺流年土星進入第十宮嘅時候咧，係會帶嚟事業上嘅高峰啦，或者你嘅名聲係獲得咗認可嘅。但係另一方面咧，土星係亦都係業力嘅行星啊，咁所以如果有啲公眾人物，即係巨蟹座嘅公眾人物咧，喺過去有一啲地方做得唔夠好嘅時候咧，亦都可能會俾人檢視嘅，咁所以就係要視乎自己嗰個星盤嘅配置啦。咁我亦都睇過咧，有啲客人啱啱咧就係喺流年土星進入事業宮嘅時候咧，就係轉宮嘅。咁佢就好擔心咁樣問：哎呀，我係唔係唔啱 timing 去轉宮咧？咁我覺得唔係嘅，因為你轉咗新宮喺初期咧，正正就係容易有壓力啊，唔係好適應啊，或者擔心自己唔係好夠實力啊。咁所以我會覺得係即係只係好自然咁樣順應咗土星嘅考驗啫。另外咧，呢2-3年咧，亦都係好適合去反思到底你自己理想嘅事業係點樣咧？你最想達成嘅係乜嘢成就咧？或者你嘅事業應該點樣去規劃咧？咁可能咧就係需要重整你嘅 career path 嘅時候啦。特別係如果你係做生意嘅話咧，咁如果你係做緊好多好分散嘅嘢啊，咁土星咧係鼓勵你去精簡嗰個方向嘅，即係可能你專注喺1-2樣真正有價值，或者你真正係好中意去做嘅嘢，跟住咧就係深耕細作，咁嗰個成效咧係會更加顯著嘅。至於代表幸運同埋成長嘅木星咧，就喺你哋嘅第一宮啊，咁即係你哋命宮所在，就等於咧幸運女神就係企咗喺你呢一邊啦。咁第一宮咧就係關於你嘅自我啦、活力啦、你嘅外表啦、個人形象有關啦，同埋係你點樣去展現你自己嘅。未來嗰一年咧，你可能會覺得自己係比平時更加樂觀啦，同埋積極啦。夠膽咧去試一啲新嘅嘢嘅，咁呢一點咧，對於平時比較小心翼翼或者容易諗太多嘅巨蟹座嚟講咧，就會係一個好好嘅消息嚟嘅，即係你哋會比較勇敢咁樣去踏出自己嘅舒適圈。雖然你哋即係可能面對緊事業上嘅壓力啦，咁但係咧，你哋亦都能夠比平時更加自信同埋正面咁樣去面對，令到你哋可以喺職場上面咧捉緊一啲嘅機遇嘅，咁即係嗰個身心狀況咧都係有足夠嘅能量俾你去應付一啲挑戰咯。另外咧就係你嘅外在表現同埋你內在嘅自信咧，亦都會提升。咁可能就係譬如你通過喺事業上嘅努力同埋成就，令到你認識到自己咧，原來係比想象中更加有能力啦，或者係更加堅強嘅。而你亦都會散發出比較正向嘅魅力啊，咁所以咧可能令到公司咧就會睇到呢一個人喎，咁就更加願意咧將一啲重任係交託俾你嘅。咁所以咧你可以比平時更加大膽同埋積極去展現你自己嘅。咁當然啦，最緊要咧就係提醒下巨蟹座咧，喺呢一年即係流年木星之下咧，唔好過度嘅自我膨脹嘅，即係過分自信啊、驕傲啊。咁雖然我覺得巨蟹座普遍都唔會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個都市嘅傳說啦，咁就係咧，
相傳流年木星經過命宮嘅時候，因為係代表身體啦，木星就係放大啦，咁所以咧就係會容易啲肥啊，係啦，咁所以如果你唔想發福嘅話咧，咁就係要注意，可能呢一年譬如係會更加容易心廣體胖啦，咁所以飲食啊方面嗰啲咧就係要節制一下嘅。對於獅子座嚟講，未來12個月咧就會係深度探索內心同埋精神世界嘅一年，而唔係咧忙於追逐外在嘅成就啦。代表責任同埋挑戰嘅土星咧就會進入你哋嘅第九宮，咁就係挑戰你哋一啲既定嘅信念嘅。而代表幸運同埋成長嘅木星咧就喺你哋嘅第12宮，就會有利你哋嘅精神成長。咁首先咧，流年土星喺你哋嘅第九宮，咁第九宮咧就係掌管住高等教育啦、哲學、信仰、異國文化同埋廣播出版呢一啲事嘅。土星嚟到咧，可能就係會有一啲事情係挑戰你一啲既定嘅信仰啊。咁信仰咧唔一定係指宗教信仰，而係一啲咧你一路去相信又根深蒂固嘅思想，但係咧唔一定係啱嘅。譬如可能你會相信唔辛苦點得世間財啊，或者男人不壞女人不愛啊呢一啲啦。咁呢2-3年咧就係一個時候去審視一下呢一啲嘅想法到底啱唔啱咧，或者對你嘅未來有冇用咧？而呢2-3年咧，你亦都可能會想追尋更高嘅智慧啦，譬如可能係報讀一啲課程啊，去進修啊，或者係接觸一啲新嘅信仰啊。咁有啲人咧，可能亦都會喺呢一個時候就係去考某一啲嘅資格，或者係攞證書咯。另外咧，你亦都可以將自己嘅智慧同其他人去分享啦，透過教學啊、出版啊、廣播，即係可能拍下影片啊呢啲咧，就將你嘅經驗同埋智慧傳播俾其他人嘅。另外咧，第九宮除咗係頭腦上面嘅增廣見聞啦，咁仲有咧就係真正走出去呢一個世界。所以如果你有留學或者遠行嘅計劃咧，咁都係適合嘅。但係咧，土星就係會要求你嗰個規劃係要做得嚴謹一啲咯。同埋咧，有時土星喺第九宮咧係即係流年啦，可能會帶嚟一啲比較兩極嘅體驗嘅。如果正面嘅話咧，就係你可能會擁有一次好有意義嘅旅行啊，即係譬如可能你會探訪到一啲好有文化嘅地方啊，或者對你好有啟發嘅地方啊。但係另一方面咧，就係可能就係因為某一啲嘅限制咧，令到你冇辦法去旅行，即係譬如可能冇時間啊、冇錢啊，或者有啲嘢 occupy 咗你啊咁咯。咁所以就係要視乎你自己嘅星盤嘅。咁至於吉星木星咧，就會喺你哋嘅第12宮啊。咁呢一個宮位咧，就係關於潛意識啦、隱藏嘅事物、幕後嘅能量，同埋係靈性嘅宮位，即係比較精神世界一啲嘅。咁就呢一年咧，就係會有利你嘅精神成長嘅。咁我自己覺得咧，第12宮其實係有一種隱退同埋閉關嘅特質啦，即係可能咧呢一年你就會好渴望可以暫時放低一啲日常生活嘅瑣事啦，去一個可以遠離日常嘅地方去放鬆一下嘅，或者咧係俾自己去慢落嚟啦，獨處多啲啦，做自己想做嘅嘢嘅。另外就係咧，呢一年你都可能會有更加多嘅機會喺幕後去工作，或者係做一啲 support 類型嘅角色啊，或者係療癒類型嘅角色嘅。同時咧，呢一年亦都係研究一啲形而上學嘅好時機，即係咩叫形而上學？就係譬如可能係命理啊、冥想啊、夢境啊、潛意識啊、靈性啊、能量啊呢啲，即係比較虛無啲嘅嘢啦。咁所以我自己會覺得咧，流年嘅土星喺你哋嘅第九宮，可能就係會挑戰你哋嘅人生觀啦，或者世界觀啦。而木星喺第12宮咧，就會令到你哋去深入你哋內在去探索，俾你去更加了解自己，尋找內在嘅智慧咯。咁啊，有啲人咧，亦都會喺呢個時候可能去做下禪修啊，或者係參加一啲療癒嘅課程嚟嘅。咁雖然咧木星喺第12宮咧，唔似其他宮位咁樣咧，可以帶嚟一啲好顯眼嘅成果或者好處啊。咁但係咧，我自己都會覺得你會喺心靈或者精神層面咧係有好大嘅收穫，為你未來嗰個爆發力咧係儲備能量嘅。對於處女座嚟講，未來12個月咧就會係整合資源嘅一年啦。
代表責任同埋挑戰嘅土星就會進入你哋嘅第八宮啦。咁挑戰就係你哋點樣去處理金錢同埋共享資源嘅。而代表幸運同埋成長嘅木星咧，就喺你哋嘅第11宮，有利擴充你嘅人脈。咁呢兩個宮位咧都係同資源有關嘅。首先咧，土星喺第八宮，咁第八宮其實係一個比較複雜嘅宮位嚟嘅，佢係關於一啲共享嘅資源啦，譬如你同其他人嘅錢銀嘅瓜葛啦、投資啦、債務啦、稅務啦、保險或者係遺產等等嘅事務嚟嘅。另外咧，除咗錢之外，就係講緊一啲深層嘅心理議題，譬如可能係創傷啊、陰影啊，或者面對死亡啊等等嘅。咁首先咧，我會覺得就係一定係牽涉到同錢銀方面有關嘅嘢嘅。土星係會要求你重新去審視你同其他人嘅共享資源，即係頭先所講就係一啲處理稅務嘅嘢啦、貸款啦、投資或者保險嘅。又或者如果你有另一半或者係合夥嘅話咧，都係講緊同佢哋之間嗰個資金咯。咁可能咧就係要重新去審視同埋整合，或者咧係更加實際咁樣處理好相關嘅事務嘅，即係可能做好一啲報稅啊，或者整理你嘅投資組合啊等等嘅。咁不過咧，由於呢一兩年咧，海王星都係好貼近土星啊，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呢兩三年最好就唔好借錢俾其他人啦，或者咧，如果有人揾你去做合夥做生意嘅話，或者揾你去投資咧，亦都要特別小心嘅。咁第八宮咧，仲有心理上嘅層面嘅，特別係一啲我哋容易壓抑咗嘅心理議題啊，譬如可能內心深處嘅恐懼啊，或者我哋未處理嘅創傷之類嘅。咁我覺得多多少少每個人都會有一啲心理嘅創傷啦，譬如可能有啲人小朋友嘅時候父母離婚啦，或者細個俾人性騷擾啊，或者有好朋友過身啊之類之類嘅。另外咧，亦都可能講緊就係喺關係之中咧，我哋要面對信任、控制同埋脆弱呢一啲比較黑暗嘅情緒啊。譬如可能我哋喺呢段時間咧，就係需要同另一半去坦誠我哋內心嘅恐懼同埋不安嘅。咁另外咧，我亦都見過有啲人係要面對其他人嘅生死議題啦，即係譬如可能身邊有人係離世啊，咁就會令到你去反思死亡呢一件事嘅。咁所以咧，呢一段時間，即係呢兩三年咧，對於處女座嚟講，可能都會比較沉重啦。咁但係咧，就會係一個進行心理療癒或者清理舊傷口嘅時機嚟嘅。有啲人咧，亦都會喺呢個時候去尋找一啲嘅治療師啦，或者過嚟做占星嘅諮詢啦，即係想去多啲了解自己，或者了解過去係點樣影響到自己咯。咁當你完成到土星嘅考驗嘅時候咧，你嘅內心亦都會變得更加強大嘅。好啦，至於咧代表幸運同埋成長嘅木星咧，就喺你哋嘅第11宮啦。咁就係同朋友、社交圈子同埋團體有關嘅。未來嗰一年咧，人脈就係你最好嘅資源啦。咁所以可能咧，你呢一年嘅社交生活都會更加活躍啦。譬如你可能會識到更加多志同道合嘅朋友仔啦，或者你會即係加入咗一啲嘅團體啦，或者係參與社區服務之類嘅。咁所以咧，喺面對第八宮比較沉重嘅主題嘅時候咧，可能講緊朋友就係一個好好嘅出口咯。呢一年咧，其實係你係好適合向外去尋求群體嘅支持嘅，或者咧，可能你係會揾到一啲可以理解同埋支持你嘅團體啦，或者可能你喺網絡或者朋友上面咧，都可以幫助你舒緩到第八宮嘅一啲壓力嘅。咁另外咧，呢一年咧，亦都係好適合去面對公眾嘅，譬如可能你去經營一啲社交嘅平台啊，或者你參加啲線上社群即之類啊咁樣啦。呢一啲平台咧，亦都可以幫助你去拓展你嘅人脈，獲取資源嘅。咁或者咧，你亦都可以將你第八宮嘅經歷同大家去分享，轉化為咧幫助大家嘅力量嘅。咁所以咧，呢一年咧，其實最主要就係你要識多啲人啦，你要多啲去建立自己嘅人脈。咁呢一點咧係對你特別有利嘅。對於天秤座嚟講，未來嗰12個月咧就會係好重要嘅一年，代表責任同埋挑戰嘅土星咧進入你哋嘅第7宮，咁就會帶嚟人際關係上嘅考驗；而代表幸運同埋成長嘅木星咧就係喺你哋嘅第10宮，係有利你哋事業嘅發展嘅。
咁首先咧，流年土星喺第七宮，咁第七宮咧就係掌管你所有重要嘅一對一關係啦，包括係婚姻啦、另一半啦、重要嘅商業合作嘅夥伴啦、你嘅客人啊，甚至乎係你嘅對手嘅。咁土星咧就係促使你去審視現有一啲重要嘅關係係唔係真係穩陣或者健康嘅，即係無論係感情啦，或者係合作嘅夥伴啦。你都會想要一段認真或者係重視承諾嘅關係嘅，咁所以如果你覺得對方可能唔可靠啊，或者佢唔尊重你啊，咁呢段關係就會受到考驗啦。相反咧，如果你哋呢段關係係足夠嘅深厚啦，或者係穩定啦，咁流年土星咧亦都會俾你哋更加深厚嘅承諾同埋責任嘅。咁所以咧，流年土星進入第七宮嘅時候咧，常見嘅就會係分手啦。咁但係咧，同一時間亦都好常見就係會喺呢個時候結婚啦，或者你認識到一啲重要嘅另一半嘅。咁所以咧就唔使擔心一定會分手咯。咁啊，土星咧，其實只係強調關係之中嘅平等同埋承諾啦。就算佢揭示咗雙方關係嘅一啲弱點都好啦，最緊要咧都係你哋兩個之間點樣去溝通同埋解決咯。或者你願唔願意花時間去解決，或者咧你係認知到已經冇辦法解決啦，咁就可能先至會考慮分開。咁其實都係取決於你自己嘅決定或者處理方式嘅。另外咧，土星係會令到你意識到喺關係之中過度依賴其他人或者犧牲自己，可能會帶嚟一啲問題嘅。特別係天秤座嘅朋友啦，即係一向都係比較遷就對方啦。咁呢兩三年咧，可能你要學習就係點樣喺關係之中設定一個健康嘅界線，即係幾時應該去獨立，幾時又應該去依賴咧。另外，有時候咧，亦都唔代表你同伴侶之間有問題嘅，可能只係代表你嘅伴侶咧遇到一啲比較沉重嘅事情，或者譬如佢嘅工作壓力好大啊，咁所以咧佢嘅心思就唔喺你嘅身上啦，咁你就可以即係多啲關心下對方啦。又或者另一個情況咧，就係你哋兩個作為一個共同體。共同去面對一啲外在嘅問題，即係譬如可能共同面對一啲家庭嘅壓力之類嘅，咁所以就唔一定代表你哋兩個之間係有問題咯。另外咧，第七宮亦都係同法律嘅事務同埋契約有關啦。咁呢兩年咧，其實如果你要需要處理一啲合同啊，或者係法律事務嘅話，或者係一啲嘅合作關係嘅話咧，即係可能要即係簽約嗰啲問題咧，都係要額外嘅謹慎同埋清楚嘅。至於流年嘅木星咧，就喺你哋嘅第十宮。咁第十宮咧就係代表你嘅事業發展啦、社會地位同埋公眾形象嘅。未來嗰一年咧，其實係非常之有利事業嘅發展嘅。木星係會帶嚟新嘅職業機會啦，或者係即係拓展你嗰個事業嘅。咁具體嘅表現可能譬如係升職啦，或者你會受到上級嘅肯定啦，或者你需要去出差啦，或者係開展一啲新嘅業務啦。想轉工嘅朋友咧，亦都會比較容易揾到一啲滿意嘅工作嘅。咁所以即係整體嚟講，就係對於事業運咧係非常之好咯。咁你哋可以大膽咁樣去做自己想做嘅嘢，又或者咧係為自己設定更加遠大嘅事業目標嘅。咁所以咧，我懷疑就係因為天秤座嘅朋友咧喺事業上有新嘅發展，令到你哋嗰個注意力咧都集中喺事業嗰度咧，跟住咧就忽略咗另一半。咁所以咧，流年土星先至會喺第七宮就係帶嚟一啲疏離嘅。咁所以咧，就係可能要好好地去平衡事業同埋伴侶之間嗰個相處時間啦。又或者咧，你嘅事業上有新嘅發展，跟住同你打交道嘅人啊，就會係土星類型嘅人，譬如可能就係一啲有地位啊、有經驗啊，或者要求比較高嘅客人之類嘅。如果天秤座今年可以處理好土星喺第七宮帶嚟關係上面嘅功課，建立一個更加穩陣啦、成熟同埋負責任嘅關係嘅話咧，咁我覺得呢一份穩定性咧係可以成為你事業發展嘅後盾嘅。而另一方面，如果第七宮嘅關係真係好大壓力啦，咁木星喺事業宮咧，亦都可以係一個資源啦，或者係出口啦，即係可能你值得將你嘅能量咧投入到去你嘅事業之中，咁可能呢方面會帶嚟更加好嘅回報嘅。
對於天蠍座嘅朋友嚟講，未來嗰12個月咧就係關注身體同埋頭腦嘅一年啦。代表責任同埋挑戰嘅流年土星咧就進入你哋嘅第六宮啦，咁就會帶嚟健康嘅考驗嘅。而代表幸運同成長嘅木星咧就喺你哋嘅第九宮，帶嚟智慧嘅成長。首先咧，流年土星嘅挑戰咧喺你哋第六宮，咁第六宮咧就係掌管住一啲日常嘅工作啦、例行公事、職場嘅環境。如果你係老闆或者管理層嘅話咧，咁亦都係同下屬同埋員工有關嘅。而對於你自己咧，咁就係你嘅健康同埋疾病啦，你嘅日常作息啦，有養寵物或者屋企有工人姐姐咧，咁亦都係第六宮嘅主題嚟嘅。土星其實就係提醒你必須要關注你嘅健康啊！咁呢2-3年咧，你可能會發覺身體上嘅一啲弱點咧係需要去加強，或者咧你嘅老毛病咧係會變得更加嚴重嘅。咁其實就係身體去發出個訊息咧，就係你要多啲花心思去照顧你嘅身體啦。咁啊，同流年土星進入第一宮一樣啦。咁我都會建議咧，就係喺呢段時間咧，係要快啲去做 body check 嘅。咁就唔好等到有問題之後咧，先至去調整，否則咧可能已經相對係比較嚴重嘅。咁所以呢2-3年咧，天蠍座嘅朋友記得係要對於身體嘅狀況咧係多啲注意啦。如果你一有狀況嘅話咧，就係要快啲去睇醫生啦，唔好去死頂咯。咁啊，無論有任何嘅問題咧，其實都係提醒你要注意養生啦，你要培養一個更加健康嘅習慣，譬如咧係調整一啲不良嘅生活作息啊，或者係建立一啲更加有規律嘅飲食之類啦。而至於工作方面咧，咁你可能亦都會面臨更加多嘅責任啊，即係可能每日要處理嘅功夫咧係多咗嘅，特別係一啲重複性啊或者係比較枯燥嘅例行公事，即係可能 admin 之類嘅嘢嘅。咁啊，一方面工作量會增加啦，咁但係另一方面都算係一個好時機咧，去磨練你哋嘅工作實力或者係效率，培養出一種工匠嘅精神嘅。另外第六宮咧，亦都係同同事、員工、下屬、寵物、工人姐姐有關啦。因為咧，古代養寵物咧，其實就係用嚟服務我哋嘅。咁所以咧，呢2-3年咧，如果你有相關嘅人士嘅話咧，咁都代表可能你要投入更加多嘅心力咧，去管理呢一啲人嘅。而代表幸運同成長嘅木星咧，就會進入你哋嘅第九宮。咁第九宮咧就係代表住高等教育啦、哲學、信仰、海外嘅事務，同埋咧係教學啊、廣播啊呢一啲嘅，咁就會係增廣見聞嘅一年。呢一年咧，你可能會對於譬如係進修或者深造啊，或者係學一啲新嘅知識咧，係產生興趣嘅。譬如可能係參加啲培訓啦、考證書啦，或者係專攻某一個領域嘅。咁咧配合翻頭先流年土星嘅運程咧，會唔會就係因為你哋有工作嘅需要，所以就係要學習一門新嘅知識或者係技術去磨練你哋嘅專業咧？如果係嘅話咧，呢一年就會係充實自己嘅好時機嚟嘅。另外咧，木星亦都可能會帶嚟更加多長途旅行嘅機會啊！即係咧，你可能會去一啲你未去過嘅地方啦，接觸到唔一樣嘅文化啦，從而咧係令你大開眼界嘅。另外就係呢一種大開眼界咧，亦都可能係體現喺你頭腦上面啊！即係譬如可能你突然對於一啲高深嘅學問咧產生興趣，譬如可能係宗教啊、哲學啊、命理啊、思考人生的意義啊等等嘅。咁所以咧，第九宮嘅事務咧，某程度上係可以幫助你脫離第六宮一啲咁枯燥嘅工作，成為你嘅一個出口嘅。仲有咧，就係呢一年咧，亦都係好適合去教學或者係傳播你嘅學問嘅。咁所以如果你係有專業嘅技術嘅話咧，呢一年其實亦都好適合去開班啦，或者係寫書啦，或者拍片啦，將你嘅諗法同埋經驗咧分享俾更加多人，成為其他人嘅導師。對於人馬座嚟講咧，未來嗰2年半就會係專注創作嘅時期。咁啊，代表責任同埋挑戰嘅土星咧，就進入咗你哋嘅第五宮咧，就係考驗你哋嘅創作力嘅。咁而代表幸運同埋成長嘅木星就會係喺你哋嘅第八宮，就係講緊一啲共享資源嘅機會啊。咁首先咧，流年土星嚟到第五宮，咁第五宮咧就係掌管住創造力啦、浪漫嘅關係啦、
仔女或者係小朋友，跟住係娛樂啦，或者投機啦，或者係你點樣去表達自己嘅。咁第五宮咧，都係講緊一啲令到我哋開心或者係好玩嘅一啲生活領域嚟嘅。咁但係土星咧就係好嚴肅噶嘛，即係好嚴肅咁玩。咁啊，呢兩者其實係有啲矛盾嘅。咁可能咧就係你會開始有計劃地去安排你自己去做呢啲休閒嘅活動啦，譬如可能每日抽啲時間去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啊，或者抽啲時間去創作咁樣嘅。而另一個亦都比較常見嘅情況咧，就係你可能會將自己嘅興趣或者創作專業化，而唔係漫無目的咁玩。譬如咧，我自己之前行呢一個運嘅時候咧，就係開始咗拍 YouTube 啦，同埋就係講緊要好有規律咁樣去拍片啊、寫 Patreon 啊咁樣。咁所以我會覺得呢個流年咧，亦都係關於你點樣有紀律咁樣去創作，或者咧將你嘅創作變得具體嘅。另外，我亦都見過咧，身邊有朋友就係佢本身係學西洋書法，跟住咧喺呢一個流年之下，就將自己嘅興趣變成生意，咁就係用嚟開班去教學嘅。咁但係咧，有啲人咧就可能係受到土星嘅限制啊，即係可能譬如因為有啲責任咧，就冇辦法去玩啦。咁所以就係要視乎你嗰個星盤嘅情況嘅。另外第五宮咧，亦都係同愛情啦、浪漫係有關嘅。咁呢度嘅愛情咧，本身就係講緊一啲輕鬆嘅關係嘅。咁但係土星喺呢一度咧，會促使你開始追求更加認真嘅關係，即係唔再係玩玩下啦，而係咧會更加重視戀愛嘅品質啦。譬如你渴望係可以大家好長遠啊，或者係好穩定咁樣去發展嘅。咁對於單身嘅人馬座嚟講咧，新嘅關係可能就會發展得更加謹慎啦，更加慢啦，甚至更加少嘅，但係咧亦都會更加有質素。如果你唔係單身而係已婚嘅人士咧，咁第五宮亦都係代表孩子同埋生育嘅。如果你已經有仔女嘅話咧，咁土星可能就會令到你更加關注佢哋嘅成長，特別係咧需要同佢哋去劃分一個責任嘅。譬如可能你會喺呢段時間開始諗點樣去培養佢哋承擔返自己應該有嘅責任咧。而如果你係未有仔女，但係想去懷孕嘅話咧，咁我自己會覺得呢段時間相對係冇咁容易嘅，即係可能嗰個懷孕嘅過程會比較漫長同埋辛苦啦。咁所以反而係會建議你喺呢兩三年咧，先係好好地咁樣去，即係調理好自己嘅身體，而唔好急住去懷孕咯。至於代表擴張同埋幸運嘅木星咧，就進入咗你哋嘅第八宮啊。咁第八宮咧就係掌管住一啲共享嘅資源，包括就係同其他人嘅金錢啦、遺產啦、投資啦、債務啊、稅啊、保險呢啲嘅。咁另外都同親密關係有關，譬如可能係講緊性啦、信任啊、親密啊、脆弱啊呢一啲啦。咁亦都係同一啲深層嘅心理議題有關嘅，譬如可能係潛意識啊、創傷啊、陰影啊、面對死亡啊等等啦。咁吉星嚟到呢一度咧，又點樣同以上嘅相關咧？咁首先咧就係你可能夠從其他人嗰度咧獲得資源嘅，譬如你嘅另一半收入增加咗啦，或者如果你係嘅工作咧係靠佣金做收入嘅話咧，咁亦都會增加咗收入啦。又或者你係更加容易獲得他人嘅饋贈嘅。如果你需要申請一啲資助啊、貸款啊呢一啲咧，亦都會更加順利啦。跟住就係投資嗰個收益，可能亦都會比較好啦之類啦。咁啊，配合翻咧流年土星去講緊就係點樣落實我哋嘅創造力啊嘛。咁如果你自己係有一門手藝或者你有一啲嘅 idea 嘅話咧，咁其實呢一段時間咧，亦都可以係變得商業化嘅，即係譬如你創作一啲產品去賣俾其他人，將呢一件事咧係變現嘅。另一方面咧，就係木星亦都會幫助你去面對第八宮講緊嘅一啲潛意識嘅恐懼或者係創傷啦，咁就提供一啲療愈嘅機會嘅。咁我覺得我哋每個人多多少少其實都會有一啲創傷啊、陰影啊咁樣啦，譬如可能細個俾人蝦啊、俾人非禮啊之類嘅。咁呢一段時間咧，可能就係一個深入去探索自我，跟住釋放一啲舊有
心理陰影嘅時期。咁呢一點咧，其實對於我哋嘅個人成長同埋伴侶嘅關係都係好有幫助嘅。咁呢個時間咧，有啲人可能就會對於心理學啊或者神秘學呢啲深層嘅學問咧係產生興趣，即係可能有啲人即係呢個時候咧就會去學命理嘅。咁我自己會覺得咧，木星喺第八宮呢一啲心理上嘅深度轉化咧，係可以成為你第五宮自我表達同埋創造力嘅一啲靈感啦。當你更加去即係深入去了解自己，或者係療愈你過去嘅話咧，咁其實你嘅創造力咧，或者你嘅作品咧，係能夠更加有深度同埋意義咯。對於山羊座嚟講咧，未來嗰12個月就會係家庭生活同埋人際關係轉型嘅一年啦。流年土星就會進入你哋嘅第四宮，就會帶嚟屋企嘅責任；而象徵幸運同埋成長嘅木星咧，就會進入你哋嘅第七宮，就會帶嚟人際關係上嘅幸運。咁首先咧，土星進入第四宮，第四宮就係掌管住我哋嘅家庭啦、家人啦、家居嘅環境同埋我哋內在嘅安全感嘅。當土星進入呢個宮位嘅時候咧，你可能發覺你需要承擔更加多嘅家庭責任，譬如可能父母年紀大啦，需要你去照顧啦，或者你要去處理一啲原生家庭嘅議題嘅。特別係如果你原生家庭嗰個關係唔係太好嘅話咧，咁土星亦都可以令到你重新去反思呢一啲嘅影響啦。有時咧，亦都係一個機會咧，去終結一啲長久以嚟唔係太健康嘅家庭模式嘅，咁你就可能會想要去建立一個更加健康嘅界線咯。咁所以某程度上都會係一個內在療愈嘅過程嚟嘅。另外咧，第四宮仲有一樣嘢好重要嘅議題，就係你嘅居住環境啦。咁呢2-3年咧，土星可能會要你好認真去評估你目前嗰個居住環境咧係唔係適合嘅，會唔會譬如屋企已經有啲嘢好殘舊啊，需要去淘汰啊，或者需要去即係裝修啊，又或者係咧呢一間屋會唔會符合到你一啲住屋嘅需求咧？譬如可能有啲人就係佢嘅仔女已經搬晒出去啦，咁我仲係唔係需要咁多嘅空間咧？另一個常見嘅情況咧，就係有時啲人咧會喺呢個時候置業嘅，因為土星咧就係代表沉重同埋壓力啦。咁而置業即係買樓呢件事咧，自然就係你要承擔好沉重嘅壓力。咁所以就會係一個好自然對應到流年嘅情況嚟嘅。咁但係始終咧，土星都係比較辛苦啊。咁所以咧，記得如果你真係要買樓嘅話咧，記得要量力而為啦。即係咧，土星就係要我哋唔好超出自己可以負擔嘅範圍嗰度。咁至於吉星木星咧，就會喺你哋嘅第七宮。咁第七宮咧就係掌管住所有嘅一對一關係，包括你嘅另一半啦，你嘅一啲商業合作嘅夥伴啦，或者係你嘅客人嘅。咁呢一年咧，你嘅人際關係將會更加豐盛同埋更加有意義啦。對於單身嘅山羊座嚟講咧，絕對係一個好消息嚟嘅。你可能會遇到一個比較適合你嘅伴侶。而如果本身係有伴侶嘅話咧，咁你哋呢一段關係可能亦都會變得更加正面啦，更加可以互相支持嘅。特別係如果你需要面對即係頭先所講土星帶嚟一啲原生家庭嘅壓力嘅話咧，咁伴侶亦都可以成為你一個支持嘅力量嘅。咁如果你係有伴侶但係未結婚嘅山羊座咧，咁可能亦都準備談婚論嫁啦。咁就配合翻咧頭先所講土星喺第四宮，可能就係因為你要去成家立室啦，你要置業啦，或者你要搬出嚟住咧，先至有土星喺第四宮嗰種即係家居嘅煩惱咯。咁第七宮咧，除咗同伴侶關係有關之外咧，亦都代表住一啲合作嘅夥伴同埋客人嘅。木星嚟到呢一度咧，就係表示你哋能夠喺合作嘅關係之中獲得支持。譬如可能遇到一啲理念係即係好合拍嘅 partner 啦，然之後咧可以喺事業上面咧為你提供到資源同埋機會，又或者講緊咧就係你嘅客人係增加咗嘅。咁所以呢一年咧，山羊座嘅朋友其實可以好積極咁樣去拓展你哋嘅社交圈子啦，去尋找能夠支持你嘅伴侶，即係無論係 partnership 又好啦，另一半又好啦，咁可能咧會為你帶嚟資源上嘅供應啦，或者情感上嘅支持嘅。
對於水瓶座嚟講咧，未來嗰12個月嘅焦點就會擺咗喺學習同埋工作上面嘅。流年土星就會進入你哋嘅第三宮，咁就會帶嚟學習同埋溝通上嘅挑戰。而象徵幸運同埋成長嘅木星咧，就會喺你哋嘅第六宮，咁就代表咧工作嘅機會係會增加嘅。流年土星喺第三宮，咁第三宮咧就係掌管住我哋嘅心智活動啊，包括就係溝通啦、學習啦，亦都係同短途嘅旅行同埋兄弟姊妹朋友係有關嘅。咁啊，嚴謹嘅土星進入咗呢個宮位，咁佢就係會為你嘅思考同埋交流咧進行一次洗禮嘅。土星係會迫使你反思你自己嗰個溝通表達嘅方式啦，令到你為自己嘅說話咧係更加負責嘅。咁所以咧呢段時間，譬如你可能會面臨俾其他人去否定你嘅諗法或者質疑你嘅意見嘅，就算你嘅意見係啱都好，咁你會反思就係我點樣先至可以有效咁樣表達自己嘅想法，或者咧點樣可以俾他人去理解或者接受你嘅觀點咧？另外咧，如果你要簽署一啲正式嘅文件啊、合約啊、各樣呢啲即係 paperwork 嘅事務咧，都記得要仔細咁樣去審查一啲細節咯。咁土星要求你喺細節上面咧係要謹慎去負責嘅。另外咧，呢一段時間亦都好適合去投入系統性嘅學習啦，學習一啲更加專精嘅知識，建立一個更加紮實嘅基礎嘅。譬如可能咧去報讀一啲為期2-3年嘅專業課程，咁呢一個咧正正就係流年土星所在嘅時間啦。又或者咧，如果你已經掌握咗一門學問嘅話咧，呢一段時間亦都好適合去傳授俾其他人嘅。譬如你無論係透過寫作啊、講座啊、影片嘅形式啊等等咧，咁都會係一個幾好嘅方式嚟嘅。如果你有兄弟姊妹嘅話咧，呢一段時間亦都可能會帶出同兄弟姊妹嘅議題啦。咁啊，至於到底係正面定係負面咧，就取決於你哋平時之間嘅相處情況啦。咁如果平時關係一般嘅話咧，呢一段時間可能就係有一啲問題浮現，你要需要去處理啦。咁如果關係緊密嘅話咧，亦都可能代表你哋都會更加願意投入更加多嘅時間同埋心力咧，去深化大家嘅關係嘅。咁有時亦都可能就係呢段時間，因為大家都各自好忙，少咗見面嘅機會。至於代表幸運同埋成長嘅流年木星就喺你哋嘅第六宮，咁第六宮咧就係掌管住工作、日常生活、健康同埋服務嘅。流年木星喺第六宮咧，就係代表住你嘅工作機會咧，可能係會增加。譬如如果你想轉工嘅話咧，你可能會揾到一份比較好或者比較滿意嘅工作啦，又或者係你嘅工作環境係會變得更加好嘅。咁雖然咧每一日要做嘅例行公事可能會多咗啊，咁但係咧你嘅同事或者下屬咧，亦都係幾幫得手嘅。咁啊，如果你係老細嘅話咧，呢段時間亦都可以請到比較好嘅下屬嘅。如果你屋企係有工人姐姐嘅話咧，咁都係啦，你可能都會請到比較滿意嘅對象咯。另外咧，木星嘅影響咧，亦都意味住你可能會喺工作上面咧需要負責一啲新嘅嘢嘅，咁所以咧就係需要頭先所講就係學習一啲新嘅技能啊，咁你就可以將你喺流年土星學到嘅專業嘅知識咧，應用喺你嘅工作上面，去為你提升你嘅工作表現同埋效率嘅。對於雙魚座嚟講，未來嗰12個月嘅焦點咧就會喺錢銀上面啦。流年土星咧就入咗你哋嘅第二宮，就會為你帶嚟財務上嘅考驗；而幸運同成長嘅木星咧就會喺你哋嘅第五宮，係有利創作啦、娛樂啦、戀愛啦等等嘅。咁首先咧，土星喺第二宮，咁第二宮具體咧就係講緊我哋嘅錢銀啦、收入啦、物質安全感啦，同埋價值觀嘅。咁啊，土星入到呢一個宮位咧，你可能會發覺自己要面對財務上嘅限制或者係緊縮啊，即係譬如可能收入少咗啊，或者因為有啲突如其來嘅開支咧，令到你需要更加節儉嘅。咁啊，亦都可能就係咧，你為咗實現一啲更加長遠嘅目標，而願意咧係暫時去削減一啲不必要嘅開支嘅，譬如可能你原來遲幾年你諗住買樓啦之類。
咁啊，另外咧，我亦都見過有客人咧，就係因為生活上面有變動啦，咁所以咧就係要重新去整理自己嘅一啲財務嘅，因為咧佢就係決定成為咗全職嘅媽媽，咁就係辭職，咁所以咧屋企就係得返一份嘅收入咯，咁佢哋就係需要重新去調整一個家庭嘅開支嘅。咁土星咧最重要嘅任務咧，就係令到你認清現實，誠實去面對自己嘅財務狀況，跟住咧承擔翻你應該要有嘅責任嘅。咁我覺得即係流年土星佢影響錢銀方面咧，其實係相對容易處理嘅，因為土星嗰個能量咧就係好務實啦，好沒趣啦，好中意咧我哋用一啲好穩定而簡單嘅方法去管理我哋嘅錢銀嘅。咁而理財正正就係一樣好悶嘅嘢，好踏實嘅嘢。咁啊，可能就係講緊我哋每日都要做好一個開支嘅管理啊、記帳啊，跟住咧一步一步咁樣去累積。自自然然咧就會產生土星想有嘅一個具體嘅成果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自問你真係唔係好擅長理財啊，咁呢段時間咧，正正就係好好嘅機會去學呢一樣嘢咯，理財啊、投資啊等等嘅。以我自己為例咧，咁當年流年土星進入我第二宮嘅時候咧，就係因為屋企人有置業嘅需求啦，咁所以咧我都要拎一筆錢出嚟嘅。而呢一件事咧，就反而激勵咗我係要更加認真咁樣去學習投資啊，因為咧即係銀行戶口突然之間少咗一筆錢。咁啊，睇翻轉頭咧，其實我會覺得呢一段經歷係好受用嘅，就可以彌補到我過去以嚟咧喺財務上面嘅一個不足咯。咁啊，至於吉星木星咧，就嚟到你哋嘅第五宮啊，咁就係關乎咧創作力啦、娛樂、戀愛、仔女同埋投機嘅。咁啊，木星咧可能就會放大咗你對於享受同埋娛樂嘅渴望啦。咁所以咧，我係懷疑，因為你哋喺呢一度使多咗錢，跟住咧就造成咗即係土星喺第二宮嘅金錢壓力啦。譬如可能呢段時間咧，你會將更加多錢咧花咗喺仔女嘅身上啊，或者係用咗喺娛樂啊、享受嗰度啦，追星啊、拍拖啊，或者係一啲好貴嘅興趣，可能突然之間你要去潛水啊、跳傘啊、品酒啊之類嘅。咁但係我覺得只要你負擔到咧，都係 OK 嘅。呢一段時間咧，無論係即係藝術嘅創作啦，或者係一啲興趣嘅愛好咧，都可以帶俾你巨大嘅滿足感。咁所以咧，我都會鼓勵你投入更加多嘅時間同埋精力去做一啲令自己開心嘅嘢嘅。另外有一點咧，我都好想去強調嘅咧，就係流年木星喺巨蟹座啊嘛，咁啊進入你哋嘅第五宮咧，係對仔女關係特別有利嘅。咁所以如果你係計劃生小朋友嘅話咧，呢一段時間咧就會係好適合啦，因為理論上嗰個受孕嘅機會咧係比較高嘅。咁啊，配合翻頭先即係土星喺第二宮一啲金錢上嘅考驗啦，會唔會就係因為你有咗小朋友，所以需要重整你嘅開支咧？如果係嘅話，其實即係呢件事就會係變得好合理咯。咁如果你已經係有小朋友嘅話咧，你亦都可以同佢哋嘅關係更加親密，創造更加多難忘嘅親子回憶嘅。所以整體嚟講咧，木星始終都係吉星啦，咁多多少少咧都可以幫助你平衡土星嘅壓力嘅。咁只要你可以合理咁樣安排你嘅開支嘅話咧，你都可以喺認真處理金錢嘅同時，亦都對生活保持你嘅熱情嘅。咁啊，俾自己喺忙碌嘅時候放鬆下，享受下生活嘅樂趣啊，或者投資喺一啲親子嘅活動上面啊。咁對於你未來嘅一年嗰個身心嘅狀況咧，都會係有利嘅。好啦，咁以上咧，我哋就睇咗土星呢一個咁嚴格嘅老師點樣為我哋帶嚟挑戰同埋考驗啦，而木星呢一個貴人咧，又為我哋帶嚟乜嘢嘅幸運同埋機遇嘅。流年嘅能量咧，就好似係一個年度嘅主題咁樣啊，佢話俾我哋聽咧，呢一年我哋適合喺邊一啲領域嗰度努力同埋耕耘咧，又能夠喺邊一啲領域嗰度得到幸運或者係支持咧。咁最緊要咧就係記得，無論你嘅挑戰喺邊一個宮位，你嘅機遇喺邊一個宮位，關鍵都在於你嘅選擇同埋行動。當壓力嚟到嘅時候，你願唔願意腳踏實地承擔起你嘅責任呢？當機會降臨嘅時候，你又能唔能夠勇敢咁樣去把握呢？
咁希望咧呢一條影片可以為你未來嘅一年帶嚟一啲嘅方向啦。如果你中意呢條影片嘅話咧，記得去 like 啦，同埋分享俾咧有需要嘅人睇，同埋咧訂閱我嘅 channel 嘅。如果你想更加深入了解自己個人嘅運勢咧，亦都歡迎透過我嘅 IG 咧係預約我做一個個人星盤嘅諮詢啦。咁咧就多謝大家去收睇啦，我哋下一條影片再見，拜拜。